如果團體用戶想提交運動場嘅團體預訂申請，可以喺登入賬戶後撳設施，撳團體預訂，進入預訂申請頁面。團體用戶可以揀唔同嘅預訂計劃，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，揀運動場，揀預期用途，揀地區，揀場地，揀位置運動場及草地球場，揀預訂嘅日期，可預訂嘅日期會因應團體類別、預訂計劃同已使用時間而有所唔同。撳繼續，揀需要申請嘅日期，揀時段，團體用戶可以揀一個時段或者連續時段。撳搜尋，團體用戶可以揀指定嘅星期，例如星期一及星期五，或者喺日曆中揀需要預訂嘅日期。撳顯示所有，可以睇到所有可供預訂嘅段節。團體用戶亦可以刪除不需要嘅日期。揀預期用途及設備。團體用戶亦可以喺同一個預訂申請中添加多個已使用嘅日期。撳加入以新增另一個申請期。撳申請期2，重複以上操作步驟。確認所選擇嘅日期後，撳繼續。填寫申請人或聯絡人嘅資料。揀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。輸入電話號碼。輸入電郵地址。揀活動負責人數目。團體用戶可撳需要提供1至3名活動負責人嘅資料。如上欄嘅申請人或者聯絡人係其中一名活動負責人，則無需喺此欄再次重複填寫其資料。填寫活動負責人姓名。選擇證件類別，輸入香港身份證號碼。輸入電話號碼。填寫課程名稱。輸入預計參加人數。揀需唔需要中央草地球場。會唔會向參加者收取費用？活動會唔會帶來其他收入？團體用戶亦可以係備註填寫其他資料。撳繼續。核對已填寫嘅申請資料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提交，喺同一個申請時段、設施類型同場地，團體用戶只可以提交一份預訂申請。預訂申請已成功提交。撳返回團體預訂。團體用戶可以撳一般團體預訂計劃。撳運動場。撳查看已提交的申請，搜尋已提交嘅運動場預訂申請。撳申請編號，就可以睇到已提交嘅預訂申請詳情。